继续来看行政院的前院长张善政，将要来担任到韩国瑜国政顾问团的总调。张善政接受访问是来建议讲，九二共识这4个字应该过一个段落，应该改做宪法一中，台湾优先。韩国瑜回应讲，这爱阁好好来思考，但是重点是两岸是不是会当维持和平。高雄市长韩国瑜今仔日伫市府参加参建2025兵工厂启动记者会，谈未来高雄经济发展动向。正在蓬勃发展的高雄，正在飞跃的腾升，有各种非常多的好的项目。那我们对于205兵工厂的迁建案，说实在的，市政府以及前镇地区所有的父老是抱着非常高的一个期待。 不过，外界关注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了后，两岸路线是不是有改变？因为行政院前院长张善政提议9二共识应该告一段落，韩国瑜对此回应：我们会整个集思广益之后，再来向各界来说明我个人的立场跟想法，还有如何能够最符合2300万人民的需要以及福祉。 另外，韩国瑜最近嘛因为啉酒的议题，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每天拢两个人的嘴暖战。行政院长现在独眼龙，眼睛只看着高雄，不看别的地方。这个院长是以现在的这个表现是不及格的。他也没有跟我生活在一起，他怎么知道我喝醉了？我当市长这7个月来没有喝醉过一次，而且不可以喝醉。但是韩国瑜副手当地要找谁，目前依然无答案，只有强调的持续听党内前辈意见以及看法。